去年国内发生欠卵的问题，也毋过今年这鸡卵线颠倒是伤济啊！台北市农商工会是一直拢咧甲降价，农业部表示未插手市场的计效，也毋过会来推动计划，甲一寡未生的老鸡母甲抬起来，预计伫今年7月份就会开始来行动，会补助农民来淘汰180万只鸡母。 鸡卵买起无好，台北市农商工会几落届调降卵价。或者农业部长陈俊贵受访时阵表示，暑假需求下降，加上鸡卵风波了消费量减少，即马是生产过多。虽然计效顶头会尊重市场机制，但是生产端要来加强淘汰老鸡母。 也拟定了一些就是诱因，希望说能够蛋农也能够更淘汰更多的老母鸡，因为老母鸡的生产效率并不高。那适度的淘汰的话，有益于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健全。 生产过多的鸡卵大约32万粒，产地价配合计效分别是逐斤25块半，到35块，创3年新低。农业部阁有全国的饲鸡协会要伫7月启动相关的淘汰计划，预计要拍掉180万只，一只补助20块，但立委一期产销机制失灵。好不容易生出来的鸡蛋过量，甚至要去喂猪，心痛啊！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人民的纳税钱，因为你的产销没有去安排好，我们还要一只补助20块。进口鸡卵前期继续延烧当中，会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立委更加指出，当年为日本进口鸡卵1公斤竟然要124块。现在大家在问的是，这个超市的利润在里面1公斤124块，超市拿了多少钱嘛？那你总要有一个决定价格的机制吧？ 有一个机制，我想这个机制是可以提供的。有关111年进口鸡卵，一开始是由畜产会甲酿菜公司签约，但为怎样最后钱煞是付予乔苏公司嘞？你的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也没有调查权，所以这整个案子我们就移送给请检调来帮我们厘清。而在部长陈俊贵重申，两间公司是私法人的关系。农业部长有行政独岛权力，所以已经以请检调来调查。对此，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要求农业部要赶紧来交出相关资料来厘清。记者林美霞、郑林台北报道。